代替这届火车败马事故，第一时间投入救灾的，就有300多位的消防人员。因伫事故发生后的3点钟，就把所有的生还者救出去。不过，消防人员伫有限的搜救空间内面，甲时间竞争，确实是真困难。咱台湾伫有限空间的搜救训练和应变，永远是需要投入更较侪资源。 4月初2 10点50分，吊伤的患者经过济艰难，总算对车手顶头红光出来。上面，走上面，直接走上去。车手顶头成做唯一抢救的通道，搜救员爬悬爬低，直直通报乌卡的人数，也紧甲物资搁接入去。扛背板大缺，里面大缺。接火，小心1、2、3，3具欧卡了，你们里面找得怎么样？还有很多，大哥，这边2个红的，我们支援。又没有通风，所以他其实进去之后，可能10分钟，身体就受不了，开始觉得很热、很闷。然后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甚至还拿车厢内民众遗留下来的水补充水分，这样子。第一时间看到这么多的大体在那边，对，所以那时候是还蛮惊讶的。 300多个消防员伫咧第一时间去到现场，不过下尖的崩坑未通风，搜救难度高，搜救人员过20分就要换班休困。受到挤压之后，整个车厢变形，它有一点变成一个局限的空间，因为我们同仁他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做一个破坏的一个操作点哦，利用一些简易的电动的破坏器材来进行最初步的一个人命的救助了。上华境清水崩坑专属机随到救援分队的好人分队，去年伫咧交通部的支持之下，送12个人员去瑞士、荷兰参加当隧道救灾模拟演练。这届有8个投入救灾，因讲包括用重型机具破坏、经车厢操作支撑的器材，到搜救员本身的心理状态调整，拢有应用到。其中以车体破坏救助的机能用上多，不过公路甲隧道的救援也是有真大的争差。公路隧道救灾，它的空间是蛮大的。单向的话，它因为毕竟还有一个避车道，它有一个空间在。最严重就是堆叠而已，堆叠它没有像火车那种的挤压那么严重那种程度，所以说火车的事故跟隧道的事故还是有差别的。 南投德山的消防训练中心虽然有隧道甲铁路救援的模拟场所，不过消防员坦白讲，实际作战的能力需要更较完整、真实的训练基地甲课程，才通伫咧灾害来的时阵有更较周齐的准备。记者阿敏金林小凯华联报道。